来看台湾米其林指南2024星级餐厅的名单即马出来啊！这回有49间餐厅入选，内底3间3粒星的餐厅拢和去年同款。也毋过伫这一回，台南同款是无餐厅入选。有学者就认为讲，台南有遮尔侪好食物，就算无入选米其林，嘛袂影响到台南美食伫民众心目中的地位。油金的烧肉是总部师用特定的部位去做的，金黄酥皮2塔是现点现烘，表面加筋骨，真受主顾客介意的菜头粿，看起来普通，但是制作无加一滴水，严格把关品质。兼中式传统和现代广东菜宜宫中餐厅连续第7档摕到台湾米其林3星，今年台湾米其林指南当中49间餐厅摕到星星。交通部希望透过好食物，请国际游客来，让全世界的人更了解台湾美食跟美景所带来的吸引力，也让有目的的旅游可以促进全世界的人更了解台湾。今年在评选范围内的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和高雄4个城市内面，49间摕到星星的餐厅是包括台北37间、台中9间和高雄3间。当然，这摆嘛是无伫星级餐厅内面，不过伫米其林指南内面，伊面也有各大作评分标准的 BB 顶推介内面中选31间。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嘛讲，南台湾的小吃表现真好，佮多元。Particularly in Tainan and Kaohsiung, we see a variety of Taiwan's small eats, showca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recipe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. 对用升级餐厅来加持感有啥人客的效果？有观光学者直接讲，过去的调查显示讲，以入这星星做旅游目的的旅客大约敢若占1成。不过，得到米其林的评选，会当帮助台湾的好食物和国际接起来。除了宣传，嘛增加来台旅客的消费。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只有米其林才是不是大家所喜欢的？我想这个各有所好啦。它能不能去吸引到观光客？老实讲，我觉得它是比较不能吸引到观光客，但是它可以去让来到台湾的旅客，它可以增加消费。进前交通部已经证实，明年台湾米其林的评选会阁增加2个城市，但是何米其林去决定？学者嘛认为讲，这会当帮助台湾去拍第2线城市的知名度，避免亲像过去国际认为讲台北就等于是台湾，有机会甲旅客介绍去2线的城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